在戰國時期，齊國街頭熱鬧非凡。孟子與弟子們漫步集市，見到攤販前擺滿鮮魚，香氣撲鼻。弟子問老師：世人都愛美食，這園你想要嗎？孟子笑答：魚固然美味，但我更想要的是仁義。弟子不解，孟子指着遠處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人說：看那老人，飢寒交迫，若我拿魚卻棄仁義，怎能心安？他接着說：人生在世，總有取捨。魚是身外之物，仁義才是內心之志。為了仁義，我願捨棄魚；為了正義，我不懼生死。弟子聽後，若有所悟。孟子帶他們走進一間簡陋學堂，繼續講述：若每個人都能以仁義為重，選擇正道而非私利，天下便能太平。從此，弟子們牢記孟子的教誨，立志追求仁義，棄小利而守大義。